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例本土病例，一人死亡。下晡各595000档的 AZ 疫苗会送来台湾，9月初3开始预约。台铁甲高铁开放中秋节当卖8成的座位，嘛开放车头有社交距离，就会当食食。也毋过车厢内底共款禁止食食。早起汉光演习伫屏东基地医院所有战机冲出去跑道，再入去土里，加载无人受伤。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新北市有2例，台北市有1例，搁有一个境外病例，有1人死亡。下晡3点40分，就有595000档的 AZ 疫苗送来桃园机场，对9月初3也开放23岁到28岁的民众，会使来预约注 AZ 疫苗。9月初9到9月初10这2天注射。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盖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3例。那境外移入有1例，死亡的个案有1例。那据说县市主要还在新北市2例，台北市1例。这3名现在目前还比较不知道它的一个来源那持续会做我们的疫调。那今天下午有AstraZeneca的疫苗59.5万剂。在今天下午会抵台。那这是我们双边购买的疫苗所以从泰国厂这边过来那今天下午3点40分会到。本批的有效的日期是到110年12月31号，7月19日以前已经意愿登记选择 AZ 疫苗，那尚未接种疫苗这是23到28岁的民众。就是含1998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那预约的时间是从9月3号到10点到9月4号的18点，那施打的时间是9月9号跟9月10号。再来看交通部宣布讲，台铁跟高铁的防疫要搁放零落，中秋节是会当卖8成的座位，伫车头内底有社交距离，就会当食物件。也毋过伫车厢内底嘛是搁禁止食食，只有台铁观光列车有条件开放，会当伫车顶食物件。其实包装真济密闭式的餐盒，送去旅客座位。交通部宣布有条件开放台铁观光列车会当食甲啉。承包观光列车旅游业者，甲过去8台提餐的模式改做送餐，旅客只有伫咧食甲啉的时阵，会当甲喙烟摕落来。列车伫咧散时阵也会随时消毒，维持高规格防疫。开放餐饮在一个2级的警示之下，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规范。比方讲，就是说间隔座那实名制，那包含在车上的这种手冲咖啡，以前客人可以到吧台自由索取，那未来的一个咖啡可能是由热咖啡要密封，然后送到客人的位置上面。一那高铁一般的车厢内面也是禁止食甲啉。但是车站内面伫咧正入坐车的闸门进前，若是保持社交距离，也是让开放饮食。但是真侪民众也是有淡薄担心，就不敢来。现在都没有在外面吃，没有，都在家里吃。像这个地区开放，你会让小朋友在这个公共区吃东西？会先观望一下吧，先看一下。另外，交通部也宣布，搁在地段相地对号列车会当买座位数，由目前的7成调换做8成。台铁讲，因为这项措施，每天会当加提供6000个座位，在中秋节的疏运期间，也搁在加班。那在中秋连续假期，也就是9月17号到9月22号，则会增加4.2万个座位数。那中秋连续假期增加的1成座位数，台铁局将会在9月7号的上午9点开放民众订票。台铁是讲，因为疫情有较稳定，旅运人数回升。自8月25开始，已经提前实施9月份的增班班表，每礼拜提供809班次的疏运。中秋的连续假期是毋是搁再加班，会看旅运的人数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9月初1，高中以下学校就要开学咯，因为以前是规定家长袂使入去学校，有一寡高小专工伫开学的前一日，互家长会使陪伴明仔载头一日要读小学的小朋友，会使先来学校参观人物环境。早起还未到8点，高校门口陆续有家长带囡仔来报到。伫9月初1开学前一天，台北市联合高校安排高校1年的新生，甲家长先到学校适应环境。期待见新朋友，有时候要吃午餐的时候，我才会把它拿下来吃，不然口罩就是这样子。
脏掉了。那小朋友期待开学，不少家长也欢迎，真希望会当赶紧让囡仔到学校实体上课。毕竟进前已经有几个月拢是踮伫厝内。小朋友其实也还蛮期待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互动，像酒精的部分就会带在身上，那个口罩的部分也一定是要多带几个这样子。那今天有机会先来熟悉，我觉得学校安排的也很用心，大家已经先封了2个多月了，所以慢慢经过这1年来的训练，其实他们也都知道口罩的重要性啊。要进入学园，量体温是基本配备，到教室也该先扫 QR code 量体温。家长甲小朋友得到老师指示写必要单句。虽然疫情转好，不过为了迎战新学期，学校也是严格对待。以北市仁爱国小来讲，想要伫下课时间出去佚佗，爱区分无共年级甲无共时间，其他只会当踮伫教室，还是上完便所都爱转来。下课时间同款也分流，2个年级先下课5分钟了后，搁轮到另外2个年级，用这款的方式下课。下课的时候是全部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出来操场，然后把它分段。那学生没有下课，但是他会做其他的教室的一个静态的活动。现在比较安定一点，学生也比较安全了，然后老师知道状况比较多了，所以请防疫假的人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各项防疫工作学校唔敢怠移，毕竟人类史上上长的休热将要结束。对学生甲家长来讲，要适应新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为防疫的角度来讲，也是全面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桃园市长郑文灿嘛去东门国小来关心防疫的准备。市长表示东门国小是桃园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一向拢是真用心来照顾每一个有障碍的囡仔。学校嘛讲因为停班无停课，所以嘛发现讲伫线顶上课，自闭症也是博得进校群的囡仔学习兴趣颠倒是提悬袂少。七岛啊，整理教室，学安怎使用假棒。9月初1就要开学啊，学生等来学校做准备，嘛真期待等来上课。5月20几号到现在。他有没有很想回来上课？有啊，家里很无聊。桃园市长郑文灿透早去东门国小视察防疫准备的工课，讲到东门国小是桃园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桃园市的幼儿园到高中有32万的囡仔，内底有1万2000个囡仔是身心障碍或者是发展较慢的，需要特别照顾。这几年的特教经费也成长将近1亿多元，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包括像这个轮椅型的这个上课桌，或者步行机啊，或者是其他的辅具都需要做一些调整。一般人都会认为说，特殊生在线上上课不太容易，其实不会。我们第一个，我们都会先跟家长沟通好，这个线上教学模式要怎么进行，由家长在家做协助。东门国小的校长表示，伫停课无停学的期间，所发现讲线顶上课，互有自闭症甲阿斯伯格症候群的囡仔，颠倒是较爱上课。因拢会真准时，伫电脑头前等线顶上课。伊嘛讲，目前请防疫假的学生并无多。另外，学生若是有需求，线顶教学相关的资源是拢真丰富，无共方式拢会当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学嘛，陆续要开学咯。有一个学校，亲像台南的中营大学、南大科技大学、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等学校即摆已经决定讲开学前2礼拜，嘛是要继续线顶上课，再去看疫情随时检讨。9月各大学都伫要开学，虽然目前国内疫情趋缓，不过有的学校可能小共有0,000的疫情。加上学生是来自全台各地，为了避免群聚，降低流动染疫的风险，像是台南的中英大学、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等学校，开学的时阵是暂缓实体授课。全校的学生有将近9000人。那这样子呢，可能会有这个流动哈。那为了配合疫情的这种管控我们在前2个礼拜我们是实施这个远距教学。那等到中秋节过后，我们再陆续回到实体的教学。一方面会看各大疫情做滚动式的检讨，另外嘛互教职员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注意表。不过嘛学校因为有实验的课程，因此是采取实体远距离并行。不过虽然有实体课程，但嘛要求教职员落实点名，学生若是有防疫的需求，就会按规定予以防疫的公假。因为我们有一些实验课啦所以基本上实验课的部分，当然如果你透过远距那个学习效果会比较差。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尽量鼓励学生到学校来实体授课。那如果学生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些其他考量，那当然我们会以学生的决定为主。各大专以后开学的时间大部分集中伫9月中旬，有的学校是搁伫评估当中。而有关于各中小，台南市政府是特别赶伫开学进程，针对全市368所高中以下学校完成全面消毒、防疫准备，确保学校伫疫情之下的安全。记者郑云淡报道。再来看新竹县的宝山乡上溪村有一个80岁老阿嬷将车祸送到病院，先做 PCR 检验，结果说是阳性。新竹县卫生局唔敢大意，就随帮190来接触者来体检，加载拢是阴性的。伫上溪村办公室外口，上百位当地民众收到村林长的通知，直接排队等要做快筛。新竹县卫生局也派快筛部队伫这栋大楼内面设点，为民众做快筛。一位宝山乡上溪村87岁妇人，30因为车祸送病院 ，PCR 检测的结果是阳性。虽然 CT 值伫咧临界点，也阁有待病院复验。不过因为因两个后生分别伫咧便利商店，也阁餐饮业服务，卫生局正注意，遂启动当地快筛作业。为了要防止可能的疫情浪碰，一直到30暗，快筛部队总共体检196位民众，结果拢是阴性。卫生局讲，宝山乡这个个案的详细情形，统一由指挥中心公布，相关疫调也正伫咧进行中，所以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过去一礼拜，全台湾客家东南亚商店卖猪肉制品发现有真侪违法的案件。有立委是质疑讲，电商平台有可能会真做食安的空胖。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台北港来关心通关的事务，院长讲伊了解第一线人员的辛苦，也毋过强调讲海关就一定要严格来把关，唔通阁互非洲地这的病毒拖入来台湾。只要有越南来的，我们会跟北关一模一样，执行100%的人工开箱查验。防范非洲伫这无放轻松的空间，伫顶一届到桃园视察会部通关了后，行政院苏贞昌早起到台北港视察，伊体谅第一线基层的辛苦，但对海关执法共款真严肃一对。那天去机场，什么41件违规还不处理，我一讲了，第二天就撤照了嘛。既然你知道他是因为生意不敢检举，那你就让他讲，不敢检举也许可以生意好一点，但你可能连照都没有，这算什么成果？这不叫做成果。如果这样就表示走私很多，成果是从来没有任何人走私进来。中出这个要到啊，通关的货物量增加，海关的工课增重，但是袂当因此互业者有不法的空间。苏贞昌爱海关摕出方法，袂当搁再度变成防疫破口，嘛要求警察全力协助配合。过去一礼拜，全台稽查东南亚店家卖猪肉制品，查到袂少违规的案件。民进党立委邱成元搁家伫电商平台顶面有发现有袂少哩卖不法的加工肉品，烦恼这变成另外一个防疫的浪棒。现在的电商平台。还有贸易商，其实公开贩卖来自越南的牛肉干，而且架上的这个显示的数量也非常的庞大。评论区显示，其实从今年1月就有开始购买的评价，所以其实这个相关上架的时间已经超过8个月，甚至更久。查走私，从各方面都查，不是只有查越南，只要我们有可能走私进来，我们都会查。苏贞昌指出，台湾丰收非洲伫这2年外，嘛因出到即马，台湾有猪肉会当食，相关的产业阁有生意通做，2000万亿的产业价值一定要守护掉。强调只要有可能走私也是可疑的肉品，政府拢袂放伊过。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汉光演习早起伫屏东基地义演所有战机冲出去跑道，再入去土里，加载无人受伤。这意外是机械故障，还是人员操作出问题？空军佮调查。画面上，这架编号689 F16上载战机降落伫屏北机场，这机头是小光扭起来，用空气的阻力来减速。了，这机头是放下用动啊来减速，不过这速度也是伤紧，所以甲后壁的线是来放出来，希望能减速。不过也是挡袂牢，这飞行机是冲出跑道，机头是插入去土内底。
空军31号透早伫屏东空军基地内底来举行汉光演习的国土加东战备道的起降仪演。虽然落雨，不过是符合着空军起降的标准。好在在只有战机的机头也是小可来受损，人无受伤。今麦国土起降任务是无受到影响，这原因空军伫调查当中。今天这架飞机落地发生的情况，现在专案小组还在进行调查。目前所知，飞行员并没有呼叫飞机有异常的情况。至于战机目前受到的评估是轻微的损害，可以修复。可是目前已经拖到飞机棚场，会由技术人员做进一步的评估。后壁还有一只幻象2000是接伫后壁要来降落，不过发现有状况是留伫空中无随降落。这只飞行机嘛，即马用吊车来给调离开跑道，有退役的。F16飞官是来分析，可能是在降落了后，这跑道伤淡了，所以动不掉冲出跑道。所以这个东西大概我们讲起来，就是说它可以判定的是，它一定是非预期放闪。为什么会放闪？因为减速的状况不如预期。杨电嘛表示 ，F16的配备真先进，只要甲飞行机面顶相关仪器的数据来调出来，就当知影是机械还是这场地伤过淡造成这个意外。记者张志勇、陈信良台北报道。台北市有一个嫌犯偷听台北市消防局救灾的无线电路，佮伫网络顶头公开播送。消防局接到有人检举，警察嘛抓到这个人。这个嫌犯是讲，伊是为着要监控疫情才安尼做，伊嘛毋知安尼做是犯法的。警方嘛已经依照违反电信法，该移送法办咯。警察甲消防队员共步出动，守伫咧大楼外口，分推车也到位星期二。警消联合动员，就是讲有啥物灾害需要救助，不过这回是要做连抓一位监听嫌犯。他那天来就是无声无息的来了之后，他们就是用手电一直那个在一直在照楼上啊。锁定嫌犯大所在，警方去抓人。原来这个查甫人讲家己是工程师，这个月20日开始，以防备疫情观察为理由。偷摕台北市消防局的9号无线电，还佫伫咧 YouTube 直播，连续公开报4天，一直到消防局接到报案，紧急报警，警消才顺续伫咧台北市上山区甲人抓到。我们是用他民众这个 YouTube 直播的画面来去锁定这个辖区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为了要比较快速呢，去确认这个楼层的高度的话，我们这个部分有出动云梯车。新义92回答2号到达现场。呼叫通报，消防人员准备出群救护。即马因为无线电被窃听，相关的详细字迹等资讯都互人听了了。虽然嫌犯讲是要监控疫情，唔知安尼是犯法，网页也已经删除。不过台北市消防局对于监听行为决定要告，警方是依照违反电信法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4月份，台湾欠水，高雄的山区又搁发生几啊届的火烧山。针对4月份高雄内门的火烧山警方调查发现讲，是一个包厢甲一寡废材甲房屋再到附近去烧，火阁还未完全化，人就先离开，所以才造成火烧山。这个包厢嘛，互依法来移送法办咯。监视器翕到嫌犯所在的货车后车道载满着废弃的插头棒，本来应该运到合法的处理厂，说予伊运去高雄内门区一个空地来烧。嫌犯无等到火全部拍花就离开，风甲这火车吹去国有的林地，引起着3拿大火，烧了3公顷的国有林地，搁烧超过1天，出动着直升机来拍火。再运废弃板模至案发地焚烧，因疏于注意，未等火苗熄灭即先行离去。导致火苗燃烧，造成森林火警。警方表示，已经毋是第一届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掉这个废弃物，会依法甲伊移送法办。林务局嘛表示，红烧起这的林地，因为最近雨季生了袂少的竹仔，嘛有前往做拿，目前复育的状况是还佫袂歹。造林超过1公顷，竹子的部分有落叶的时候容易着火，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尽量就以防火林带的那个概念来改善这个林地，这样就减少火灾的发生。
林务局表示，就算毋是伫咧管制区来用火，还是爱设立，一定爱确认火拢拍花去，才会当离开。若是故意放火，有可能上悬面临着10档有期徒刑；若毋是故意的，嘛引起着火灾，有可能面临上悬2档以上的有期徒刑，而且有可能罚款上悬30万块。另外，还会互要求赔偿遮小气的林某，还佫有咧拍火的时阵所开的一切费用。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来关心卡达格兰论坛2021年亚太安全对话，因为疫情今年是透过视讯来举办。总统蔡英文强调讲，会承担区域稳定的责任，袂惊向军事对抗。前美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克拉夫特嘛特别强调讲，台湾的命运关系到美国的安全，若输无台湾，美国就会失去亚太地区。凯达格兰论坛2021亚太安全对话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用视讯的方式举办。总统蔡英文特别录影片，强调印太是全球成长上紧的所在，区域稳定会互全球的经济甲国际安全有保障。台湾愿意承担甲确保区域稳定的责任，而且要甲安全同伴的合作当作是应当的，而且会好好甲附近的国家来合作，防止台湾海峡、东海甲南海爆发军事冲突。While we don'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nd hopes for peaceful, stable, and beneficial existence with our neighbors, we'll always defend our democracy and way of life. 前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克拉夫特做开幕专题演讲人，强调讲美国为阿富汗撤军，确实是互阿富汗人失望啊！嘛批评中国无应该趁机会质疑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佮讲若是台湾输啊，安尼我嘛输啊。If you lose Formosa, you lose the key to our literal line of defense. From our standpoint, we practically lose the Pacific Ocean if we give up or lose Formosa. End of quote. 克拉夫特也佮提咱台湾的往来官，甲台湾乌线的布红啊，表达大力挺台湾的决心。这届论坛也佮邀请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的主席施水福、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兼众议员木岛花莲等等16个位各国来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台海局势甲印太自由特殊的挑战，嘛针对后疫情时代经济未来来分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虽然国内防疫放令，餐厅开放用餐也毋过业者是表示，因的生意同款是真歹，厝势甲薪水拢要付袂出来咯。因呼吁政府应该爱先纾困救命，才个考虑要发5倍券。观光局嘛有另外规划讲，一张1000块，拢总有120万份的国民旅游券，即马嘛要来放入使用的范围，旅行社、旅馆还是游乐场拢会当使用。像这一次的疫情越加的严重，但是我们却被遗忘了。办婚礼业者怨叹讲，今年政府纾困振兴，完全无给因任何的帮助，甚至连开一个会都无，袂输是无人会共款。强调讲，目前虽然开放伫室内用餐，不过人数限制80个人，对因的营运来讲，根本就是一点帮助都无，亏损也是真吃力。现在就算开放到80人，对我来说，顶多就是只是开放到维持到以往的1/4到1/3的一个营业的一个规模。最大的一个租金跟人事成本，婚宴者的一个开销讲是已经非常的一个沉重了。2级警戒一直到年底来讲，那对我们业者来讲，我们还怎么再撑过9月、10月这几个月下去？根据经济部统计处的调查，做食的伫6月份的营业额差不多是383亿，甲去年同期来比，衰退幅度要甲4成。7月份的营收虽然增加到426亿，不过年增率也是衰退38.8%。受到疫情的影响，餐饮业的营业额面临22年来衰退上界严重的情形。就算会当包转去食外送，开放伫咧室内用餐，营业额上济，结果敢若是疫情进前的1成至2成尔。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发放第2波纾困的即时救命金。大概补助的话是比去年的疫情还少，不解封就是再启动第2波的补助。那观光旅游业嘛是重灾区，为着甲业者斗相共，观光局规划伫政府推出5倍券了后，嘛另外推出名额1000块的国旅券，差不多是120万份。进前规划是敢若限制会当甲旅行社买带名的行程，不过经过内部讨论了后，已经规划要扩大使用的范围。那就是统一放宽了旅宿业、旅行业跟观光游乐业。
观光学者表示，国旅馆加上奖励金，若阁配5倍券，限制伫半年内用好了，等于是6个月投入23亿来进行。不过，甲2019年国民旅游一个月有333亿的产值，恐惊也是无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民众减少去大病院看病做检查，也毋过，有医生指出讲，英国去年有7成大肠癌的患者，就是因为疫情无提早检查出来，第一时间就做治疗哦。台大病院嘛分享一套健康监测管理系统，望讲会当量早来发现病院内底感染的情形。受疫情影响，病院的感染风险比其他所在较悬，真侪民众拢唔敢去，甚至有一寡患者本来已经排好要做检查，拢无去。医生是建议患者先看家己是毋是高风险族群，身体是毋是有重大症状，或者是毋是有进行中的放射性治疗。若无是以去年英国为例，有7成的大肠癌的患者就无被检查出来。开始有疫情影响之后，那他们的这些门诊检查尤其是内视镜的量，那下降了非常多，那以至于整年下来，被遗漏掉的癌症，消化道的癌症，那比往年来的少很多哈。那其中以最盛行率最高的大肠癌来讲，大概整整少了70%。医生讲，已经有的病袂因为疫情就消失，然后看医生可能会危害到民众家己的健康。台大病较袂着就上清人的工作环境，感染控制风险更加重要。病方面有建立健康监测的智能系统。监测的对象除了编制内医护人员、家属、照护员，也佫包括外包厂商，就是希望会当量早侦测到院内异常或者是感染的情形。类似像引入所谓的这个有点像 GIS 这种地理定位，不过我们是用在是医院里面的这些这个工作单位的定位，然后呢让这些资料呢能够让医院呢能够去监测到。台大病院伫咧8个抗原快筛伪阳性个案，一直到这个月27为止，总共28人。病院只要是民众快筛是阳性，就会先做 PCR， 佮加预防性的隔离。虽然即马去病院再做快筛，会增加民众的负担，也互病院的量能受到影响。不过医生讲，病院的感染控制是以后常态性爱维持做的基本工作。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学生囡仔拢伫厝上课。香港有一个研究发现讲，香港学生近视的发生率是增加超过2倍半。另外，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社宣布讲，未成年人只会当伫拜5、拜6、佮礼拜这3日的暗时8点到9点耍网络游戏，望讲会当来防止未成年人上暝游戏。中国官方伫咧3日发布一条通知。内容针对未成年人过度沉迷伫咧网络游戏的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国家新闻出版社讲，会严格限制游戏商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只可能会当伫咧拜5、拜6、礼拜这3天，加固定假日的每天暗时8点到9点。根据中国音像家出版协会所公布的资料，游戏产业今年顶半年的收入到1300亿人民币。伫最近几天，中国官媒一直用批评式的报道，甚至以精神鸦片来形容游戏产业。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就已经规定，未成年人禁止伫咧暗时耍游戏，不论是只可能人耍90分钟，伫拜6、礼拜假日也只限定3点钟。不过目前拢也无明确规定讲，若是违规的人要安怎处罚。你带点样啊？家长陪囡仔用平板做网络课程。伫疫情期间，学校停课拢改做远距教学，囡仔看荧幕的時間也增加，近視也愈來愈深。咁點不知半年後咧，我哋再去 check 啦，可能尤其是嗰半年啦，少咗戶外活動啦，咁純粹即係喺屋企就做網課啦，咁啊可能呢半年間咧就已經升咗150度啦，咁喺呢一剎那咧，哇，原來由400幾去到500挨住600，其實真係太誇張啦！香港中文大學一項針對709歲6歲到8歲兒童的研究發現，去年8個月研究期間，近視發生率達到3成。是疫情進前嘅2.5倍。We also fou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change in the lifestyle. Number one is the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outdoor time. During the COVID during the COVID period, children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ir outdoor
time and als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screen time. 学者建议囡仔逐工应该要开2点钟接触户外环境，同时养成健康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互目睭有适当的休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军脱离阿富汗的最后一班飞行机，伫美东时间30日下晡3点29分对喀布尔机场起飞。全部的脱离行动已经结束了。美国嘛证实讲，因一个人拢无留伫阿富汗。美国伫阿富汗20天的军事行动正式结束。Thanks, John.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here to announce the completion of our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and the end of the military mission to evacuate American citizens, third country nationals, and vulnerable Afghans. The last C-17 lifted off from Hamid Karz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August 30th this afternoon at 3:29 p.m. East Coast time. And the last manned aircraft is now clearing the airspace above Afghanistan. 过去几天敌军行动，大家拢伫咧注意是毋是有法度伫咧期限进前全部拢撤出。国家二大喀布尔自杀炸弹攻击，国家增加无确定性，而且又该处理恐怖攻击。Tonight's withdrawal signifies both the end of the military component of the evacuation, but also the end of the nearly 20-year mission that began in Afghanistan shortly after September 11th, 2001. It's a mission that brought Osama bin Laden to a just end, along with many of his al-Qaeda co-conspirators. 麦肯锡讲，这项任务的代价是2461位美国军人也个公民死亡，超过2万人受伤，也包括顶礼拜互 ISIS 自杀攻击而死亡的13位美国军人。Every single U.S. service member is now out of Afghanistan. I can say that with 100% certainty. 麦肯锡讲，伫最后一天的脱离班机，拢无美国工人上飞机，真有可能1个人留伫咧阿富汗。美国一直到最后1个伫咧找人，就伫美军全面撤出的时阵，喀布尔市区传来一阵一阵的庆声。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真有可能是塔利班伫咧庆祝。公司新闻吴玲编辑。再来看英国，因为脱离后面，佮因为疫情欠工真严重，因为拢无移工像这句里拢无卡手，所以牛龄拢欠过。佮有真侪后面国家来的动物医师，嘛要离开英国咯，即嘛向动物的健康嘛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东南部草莓园里拄好是需要真侪欧盟国家季节性移工来采收的时阵，因过受到疫情的阻碍，国家上脱欧了后，人力流通无亲像较早遐尔方便无国界。农业甲畜牧业立刻感受到欠工的痛苦，因为这些辛苦的工作根本就招无本地的人工。1,000 pigs a week that should be going through slaughterhouses aren't being killed because there isn't enough butchers to process them. 另外，欧盟的重型货车司机也严重欠缺，影响到零售业原物料的供应链。英国全国1000多间麦当劳的门市，只好无要卖奶昔饮料，确保着汉堡这主力商品原料的供应。行家连锁店难多，顶礼拜也因为鸡肉无够，关50间店面，其他速食店甲超市卖场拢面临类似的困境。封锁期间，英国民众长时间伫厝的，所以真侪人爱饲猫仔狗来陪伴。不过，心爱的猫狗尔破病，也面临兽医无够，连紧急的状况也挂无好的困扰。Due to Brexit, that we're having decreased numbers of European vets working over here, so unfortunately we're unable to meet that current demand for pet services. Also, COVID's got the inevitable impact with people having to self-isolate. 英国的宠物猫狗啊数量增加真侪，达到上千万只的水准。不过兽医人数煞伫减少，因为兽医的训练至少要5年的时间，所以无快速立刻解决的方案。未来远距离视讯医药门诊会更较接，医师也烦恼这段期间累积因后的这个治疗甲疫苗进度会增加后续处理负担。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法国巴黎昨开始实施市区街道限制时速30公里哦。新的政策希望讲会当来改善人甲车的关系。也毋过头一日一寡送货甲上班的人，因为时间袂赴，拢真着急。另外，联合国环境署3日也宣布讲有烟的汽油行入历史咯。巴黎市区街路限制时速30公里，正朝头一天上路，已经惯驶50公里的人来讲，被逼放慢脚步，实在是真艰苦。有计程车司机认为，对赶时间的人客来讲，不如用行的。万一超速红开单，罚款135欧元，相当大票4400块，安尼哪会好咧 Alors si je roule à 30, le client il râle. Si je roule à 50, je me fais arrêter par les flics. Alors je ne sais plus quoi faire. 新措施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提悬应对气候变
千个减排承诺，一方面要改善市区的人车关系，市府已经将部分的街路限制，也是禁止车辆通行，搁增加自轮车道的数量。除了省市大道、湾西大道等主要交通干道之外，巴黎市区大部分的街路拢采用新规则。民调显示，65%的巴黎市民尊重新速限政策，因为会当换来安全甲安静。En effet, le fait qu'on soit aussi proche des voitures, le fait de ralentir, ça permettra d'être plus en sécurité pour les cyclistes. 就伫顶个月，阿尔及利亚用完最后一批库存了后，含盐汽油今日历史。阿尔及利亚是全世界最后一个使用这种燃料的国家。联合国环境署30表示，相关的推行甲宣导经过19年的时间。When the campaign began, 86 countries were still using leaded fuel. Today, there are none. We must now turn the same commitment to ending the triple crisis of climate disruption, biodiversity loss, and pollution. 科学研究显示，含盐汽油会污染空气、土壤，影响心血管甲大脑。联合国环境署表示，态度含盐汽油当年会当防止超过120万人提早死亡，提悬儿童智商，为全球经济节省2.44兆美金，佫会当降低暴力犯罪。公司新闻黄文廉编译。来看咱国内大学指考分发今仔放榜哦，因为大学指考明年特别转型做分科测验，所以今年录取率有将近98%，是指考18档来上悬。也毋过今年有20间学校欠约2732个人，是有愈来愈侪学校招无学生咯。大学的指考每年会转型做分科测验，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早起公布上尾一届指考分发入学的结果。有34569个人完成志愿的登记，录取33869个人，录取率是97.98%，是前有指考到达18年来新高。回流的名额的增加，今年的登记人数的确是历年最低，对，的确是历年最低。我们从93学年度的10万人，到今年只剩34000人。分发的录取率是创下新高，主要的原因是真试的名额有增加，也佫有少子化的影响，报名考试的学生嘛较少。今年除了总录取率创下新高，中考的学生有7967个人完成登记，落尾是7475个人有考调，占所有录取人数的22.07%，嘛是创下历史新高。新旧课纲的转换，那所以能够习惯于过去的考试模式的学生，今年就会回流。那我们也发现，可能很多这些已经进入到，甚至就是在外面的补习界的学生，甚至是进入到大学的学生呢，他们也都会回来考。据考讲，上尾一届指考有700个考生落地，创下10年来新低。毋过有20间学校开出拢总2732个名额，煞拢无人来读，甲去年8间学校51个名额来比，无人去读的数量是53倍。其中有开出名额，毋过无人去读的学系，是以外语学群489个名额上侪。也若是以比例来算，上悬的是 UK 运动学群的31.06%。入学考试分发委员会认为讲，国内这两个学群的校系袂少，伫其他领域的发展甲选择嘛较侪，所以人数才会看到较少。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台东县伫本溪出海口的附近，有钓鱼的民众发现一只大约4公尺长、特别绝种的保育类的鹅鸭鲨哦，伫海边靠岸已经死亡。因为咱国内研究单位认为讲无需要搁研究咯，所以就让这只鹅鸭鲨带掉。专家是认为哦，伊可能是食着毋知影啥物物件造成死亡，才流来海边啊。3日暗地，台东县伫本沙埔下钓溪发现一只大型的鱼类漂上岸，通报海巡队海洋保育署的人员也赶到现场，证实是一只保育类豆腐鲨，也毋过已经死亡，因为当时风影大，赶紧用绳仔将伊固定，搁让体长。有4公尺左右是一只细只的豆腐鲨，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赶来查看，因为豆腐鲨靠到的案例真少，这只豆腐鲨搁无外伤，初步检判可能是食到不明的食物死亡。初步的研判，看它的外观的话，它没有什么受伤，所以应该不是说是被渔具或者是被其他动物攻击所导致的死亡，然后有可能是觅食。海巡队伫海保透明守护这只豆腐鲨30日，海保署联络国内各研究机构，认为无需要带回研究。海保署决定就地掩埋，也毋过会采集必要的体内样本送海洋大学研究实验。现在可能也没有那么方便什么的，我们就采取内脏，然后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豆腐渣是目前世界上大的鱼类，相当有20公尺。国内伫2008年列为禁止掠。海洋委员会去年也列为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一旦防人为骚扰、食也是刣，会以野生动物保育法处6个月到5年的有期徒刑，搁罚款30至150万。呼吁民众发现豆腐渣扣豆还是无细腻掠着，爱赶紧投报。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希望学校内底每一班拢爱有冷气哦。咱来看花莲的月美国小，今年嘛开始装冷气咯。也毋过冷气已经装好啊，电力系统却阁还未完工。明仔载就要开学咯，天气遮尔热哦，学生也是看会到冷气，也毋过煞暂时找袂到。这是花莲寿丰乡的月美国小学校的冷气，今年7月就到好，不过电力系统只敢若装好70%，冷气还阁无法度用。家长担心是毋是受到原物料起价，敢会停工？去年3、4月的时候，电线一捆2.0才800-900块，现在8月份电线都已经涨到1000出头了。原物料都涨价了，那包商可能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原物料所以有冷气，可能这个电力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校长也担心电力系统就算完工，冷气会当用，不过电池若叫学生拿，会有问题。每一班的孩子平均大概5位小朋友，所以如果平均要由这5位孩子去分摊，其实对孩子的家庭也好，或本身也好，都是一个负担。县府教育处讲，为了要响应行政院逐班拢有冷气的政策，自去年7月，伫花莲215间各中小牵冷气，工程分制到冷气、电力系统改善、能源管理3个标，工期到明年2月。那这3项事情的标案，我们在今年的3月到7月都已经全数决标，所以都是陆续在工程当中，已经在执行。所以没有所谓的因为物条的原因发报不出去的问题。因那电池的部分，教育部会以一般性补助款补助由政府出，不过使用月份甲时间有限制。因那工程期的物价调整，伫设计标案时阵就增加2成，以免厂商会了。若是有厂商家己停工，会依法提告诉。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伫北港镇的北成国小成立头一个提供宿舍的温馨家园，互一寡弱势无人通照顾的囡仔，会使有免费的宿舍加3顿，学费甲生活所有费用嘛拢唔免哦。一个月阁会花1500块的所费，望讲互这囡仔会使感受到厝甲社会温暖。今日旧教室活化改造宿舍，布置比较大学，顶站是门层，下站是每一人的册桌仔。边仔阁有3几啊限制物柜，宿舍内有冷暖气，环境相当的舒适。这是位在北港镇北成国小所成立温源内头一座的国小温馨家园。利用这些空间来打造一个住宿型的学校，把这些教室做一个改装，让这些家庭弱势需要照顾的小孩子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的就学，不但给予生活上的照顾，更给予他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辅导。有网友表示，原来部分弱势家庭的学童，唔若无人照顾，连3顿拢是问题。这几年来，因为少子化，真侪教室空出来，成立国小温馨家园，提供囡仔大的空间和3顿，学科还有专人辅导和24点钟的陪伴，主要是要让囡仔心中感受到厝的温暖。我们有一个主任管理员，一个舍监，目前是1位，未来会再增加1位，还有我们的辅导老师，个月一个学生1500块的生活费，自己做运动，一个家的感觉啦。校方表示，目前温馨的家园已经有3个囡仔来住，若是原来国小学童有符合经济弱势、单亲也是隔代教育，经过评估通过就会当来住，而且会当转学级，唔免转学级来读北成国小。这个温馨家园总共会当提供40个囡仔来住的空间。记者为您报道。青麻是屏东乡村以早真重要的农产品，也毋过即马是愈来愈少咯。最近有在地团体特别办青麻的创作课程，带游客家己来编草鞋哦。望讲透过课程来认识在地的食物，甲你要示范的编青麻的技术。很软啊，对啊，琼麻踩起来是软软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就是粗糙，对，或割脚之类。青麻用过是做丝袜的重要材料，较早是乡村半岛重要的经济作物。不过时代改变，塑胶尼龙真紧就取代一项传统产业。为着卖互这个工艺消失去，
注心推广环境教育，甲在地传承的优米粉，特别开课教大家用在地荞麻做草鞋。因为呢，塑胶绳来取代荞麻丝以后呢，我们的荞麻呢就慢慢的被遗忘了，其实造成我们地球很多的污染，还有人对土地的不认识。要变一双草鞋，爱先甲荞麻煮好滚，泡水才个调丝。程序是高工佮复杂，不过学员拢感觉真趣味。因为我们这一代已经几乎没有看过草鞋了，所以有听过一些那个长辈说他们小时候去种田的时候是穿草鞋，这个我们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品牌的时代。做一双自己的草鞋，或是可以穿的那种环保拖鞋，那就是我们可以减少一份对地球的伤害。杨美芬讲，开这个课程除了希望民众认捌在地食物，上重要的是会当回归土地，透过荞麻创作，更较了解乡村的生态环境、甲传统产业，甲在地历史基地的文化价值找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的四湖，真侪人拢在饲蚵仔。一般市面上蚵仔大概是饲1档到1档收来卖，也毋过伫四湖有一款饲2档以上才会收的老蚵仔，听讲价格是比一般的蚵仔较 Q 哦。也毋过产期真短，量嘛真少哦，早就拢互捌回的人订了了咯。市场是真罕得看会到。饲蚵仔是云林四湖的传统产业之一，一般的蚵仔差不多饲1年就通好收成。不过，伫咧山地也有人甲饲2、3年，这就叫做老蚵仔，市面上是真罕得看到。科就是海底生长2年的科，我们的新科通常是1年嘛，就是说今年收成的科，就是正常是去年中秋节前后放苗的，那老科就是前年放的苗，经过2年，就叫2年的老科。蚵仔产期大约是当年的6、7月左右，老蚵仔除了家人1年养饲时间，过程嘛真费工。堑海草蚵坪饲了，佮拖去深海培养，农民就要加承担1年的养饲风险佮成本，数量嘛无法度保证稳定。这是新科，这是老科啦。新科煮起来的话会比较小一点，会缩水；老科的话就是比较不会。因为在我们产地这边都已经被预购完了啊，很多人还认为说这个价格的话可能太贵了，他不知道我们在收成的这当中要有很辛苦的代价。老蚵仔除了外表色水有小可无同，食起来较 Q， 佮无臭青味，虽然讲价钱较悬，也是有真侪行仔来爱食，定定伫咧产地市场都互人扫了了。今年老蚵仔产季已经到尾声。有兴食这项海味的民众，明年都要趁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住伫中东加沙走廊的囡仔，最近伫后面的赞助，总算有机会使看到因人生中的头一出电影。后面伫当地安排一款真特别公车电影院哦，互一寡从来毋捌看过电影的小朋友，买当来体验。囡仔一边食小小一边看电影，看起来真普通。不过对加沙囡仔来讲是真罕的经验。加沙的电影院伫以巴冲突中几多遍被破坏，大家拢只可能会当伫咧厝内看电影。为了要提供囡仔休闲活动，当地 NGO 团体由欧盟赞助开这间行动公车电影院。كتير كان الفيلم حلو وأول مرة أحضر سينما في الباص وكتير حبيت الفيلم。有人讲是豪华的公车电影院，唔但有大型无加舒适的座位，一个设计升降式的入口，方便坐轮椅的人出入。内面总共会当坐63人。也若放电影所需要的电，由车顶的太阳能板提供。为了要互更加侪人看电影，车厢的外口会当变做大荧幕。العرض الخارجي هو عبارة عن شاشة بروجيكتور خارجية تمام بتاخذ أكثر من مستوى في العرض ممكن يكون مستوى عالي جدا بمعنى أن يكون الحضور أوسع ومساحة تكفي لحضور 500 شخص خارج الباص. السينما هذه حلوة كثير ونفسي يكون هيك سينما عندنا كبيرة زي السينما هذه عشان نضلنا رايحين عليها لأنه إحنا محرومين عشان من روحها. 这台几多种用途的行动公车电影院，载着真侪囡仔的梦想，继续伫咧加沙的大规小巷拍拍走，为冲突下的民众带来小小的幸福。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
来看英格兰西南部有一款动物叫做河狸，因会用手机来查水哦，就亲像有天然水坝的功能。有科学家是认为讲，这款动物对一关体后会当发挥调节的作用。英国的环境部嘛评估讲，看敢要搁野放愈较侪河狸来对抗暖化的危机。河狸伫咧水边耍找物件食，看起来真古锥。环保专家发现，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溪流最近有这款河狸了，当地环境变化真大，尤其伫极端天气，较不着就落大雨做大水，或者是温度真悬造成苦化。河狸为了要保护伊的手，用手机作为水坝，形成水鼻，会当发挥调节的作用。Beavers at both ends of that spectrum of dry and wet can help us cope by reducing the flood peaks that go down rivers after heavy rain and also holding back water like this wonderful sponge we're standing in today. If it didn't rain for a long time, the river would still flow because of the work that the beavers are doing here. 有德文郡野放河狸的成功案例，英国环境部正伫咧评估，是毋是要伫咧英格兰野放更较侪河狸。因过有人主张，河狸就要有适当的管理，才袂造成农地的破坏。Beavers in the right place can do amazing things. Beavers in the wrong place can cause damage, flooding farms, flooding property, taking out trees. Flooding roads, and we've seen all that in this trial. 河狸所起的天然水坝，除了会当帮助平衡干湿的天气，也让伫咧周边形成湿地，吸引更较侪虫甲鸟仔，互规个生态环境更加丰富。要怎甲河狸和平共存，并发挥这款优点，协助人类反护气候变迁的冲击，是英国怎么伫咧评估的重点。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仔受到南风云系影响哦，台湾的东部、东南部地区有恒春半岛有机会落雷公雨，东北部跟南部山区跟马祖嘛有一寡所在会落雨，其他所在跟平湖、金门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过到了后，桃园以南某甲山区嘛有机会落西北雨，民众都爱特别注意哦。下晡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